方式，第一回合真的是意识流，是他的比赛的节奏，没有人能够抓得到。是的，双方的战架也是一正一反。那么赵志康可以说是作为这种常规赛啊，是打了非常无数场常规赛，应该是还没有遇到过新生代像左网这种风格的对手啊。其实从风格上来说，双方其实都是兼具打击和这个缠斗。那么如果单从打击质量上来说的话，赵志康作为散打选手，肯定是一板一眼、扎扎实实。是的，那这场比赛其实是一场不仅仅是一场节奏之战，更是一场步伐移动之战。没错，如果这场比赛赵志康选择打阵地战的话，那对于左网来说，将会是可以说左网就想看到赵志康去打阵地战。而且目前为止的话，我们看到赵志康的获胜基本上都是这种摧枯拉朽型的胜利。是的。在上一场比赛呢，赵志康对阵胡布兰，确实那场比赛呢，双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直接看到这就是硬打硬进。现在左网可以下位，小心三角，可以说是左网是一个格斗鬼才啊。赵志康想要去过腿，左网的风格让我想，他的缠斗风格让我想到了迪亚兹兄弟啊。确实我们看到从下位的非常从下位的卡头，非常这个不是三角锁，这个是一个卡头的一个干扰，要非常危险。我们看到这也是非常紧的。看这就是左网，真的是一个缠斗鬼才。看一下赵志康飞身上背啊，想要去拿背，但是呢有一些偏高了，左网在地面的缠斗也是有一番自己的心得。是的，左网啊这种意识流啊，确实你在缠斗的比拼环节也是很难找到他的重心。没错啊，直接是过挺来到了横四方的位置。那么我们看泽旺的长手长脚，经常能够在缠斗当中去做一些匪夷所思的这种降服技的布置。现在看到赵志康的双腿是紧紧夹住泽旺的右臂，但是泽旺呢想要用自己的腹部，也就是切膝来破把，没有机会，成功，直接进入到三角。我简直不敢相信，赵志康现在危险了，赵志康要非常小心了。看一下赵志康要非常小心了。赵志康要挺身挺胯，赵志康要非常小心了，已经搭上了。这一幕我想，赵志康，简直是兵不血刃。格斗奇才左网，一战封神，左网的三角。一战封神！哇，这位年轻的选手实现了自己在赛前的诺言。在这个级别，谁还能和左网？谁能和左网真正能有一战呢？哇，我们看到泽旺所有的技术动作如行云流水一般，真的是意识流般的降服。抖音。